续来看全国高中家事类技艺竞赛，台中的明德高中摕下3座的金手奖，学生唔但为家己争取到公赢，嘛得到保送国立科技大学的机会。放假着水造型，和张玉林伫全国家事类科技竞赛顺利得到个人组冠军，得到金手奖。减烫成型的题目，它是说要呈现出商业化的发型，然后我就把他的刘海往下垂，呈现一个最自然的状态。明德高中今年摕到3座金手奖，包括团体奖和个人奖冠军的好成绩。虽然学生在准备的过程当中较紧，不过犹原真打拼。我们连续3年都得到全国第1，当然老师的辛勤指导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，还有我们团队的一个合作。那当然学生的用心，还有他的毅力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比赛结束了后，学生唔但为家己争取到最佳公赢，嘛得到保送去国立科大机会。